你有冇發現你學咗咁多，人生都仲係冇改變？唔係因為知識冇用，而係你缺咗最關鍵嘅3天實踐。過去嘅我同靜靜做朋友，內心充滿自我懷疑同埋內耗，直到我經歷咗創造者實戰營呢3天，佢唔係一個學習，係一場靈魂嘅錘煉。第一日，我撕掉咗受害者嘅標籤，學識咗用觀察者嘅眼光看自己。第二日，我行上咗 T 台，喺恐懼中攞回我嘅表現力與顯化力。第3日，我重構了與財富關係嘅關係，懂得了如何用教練力與讀心力創造共贏。第3日，將我從一個能量嘅索取者變成咗一個價值嘅創造者。我知道被卡住嘅感覺有幾咁難受，所以我為你準備咗一份創造者能量自測表，佢可以幫你喺30秒內看清你邊一個核心能力被卡住了。我是你的光，海莉，剛剛好療癒你。如果你受夠咗，請立即私信我實戰領取自測表，讓我們開始對話。你的創造者版本正在等你喚醒。